来看咱台湾甲美国伫6月签署21世纪贸易倡议头一批协定，即马台湾甲英国嘛要启动签署深化贸易伙伴关系，双方要针对投资、能源甲净零碳排各所谓贸易来展开协商。行政院是表示讲有进度，得对外来公布。 台湾甲英国日召开视讯会议，由行政院政务委员兼经贸谈判办公室总代表丁金忠参英国商务甲贸易部副部长何德新，双方进行会谈达成共识，最后宣布正式启动深化贸易伙伴关系。关于谈判的部分，那现在相关的进程正在刚刚宣布，那后续如果进一步的这个讯息，也要对外来会请经贸办对外说明。经贸办指出，英国是世界第6大经济体，自从2020年脱欧了后，积极拓展对外双边贸易关系。到目前为止，英国已经甲印度、泰国等国家展开深化贸易伙伴关系。台湾是英国第3位深化贸易伙伴关系的主上国家。根据了解，台英会伫投资领域方面建立公平竞争投资环境，能源领域是要推动去碳化，伫所谓贸易领域力推提升会当信赖的资料流动甲保护。英国的这个数位发展呢，在全世界是名列前茅的。 啊，那所以在台湾非常强调这个数位转型的同时，英国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借鉴。学者分析，自从台湾甲美国签署21世纪贸易倡议，伫国际间达到示范效应。那英国甲台湾启动深化贸易伙伴关系，预计续落来，甲加拿大也是欧盟，有希望也会有进一步的经贸交流。记者综合报道。